现在越来越多人在城市里一个人生活，不是不好，只是日子变得很安静。有些地方不是因为热闹才重要，而是因为有人记得你。那你这个什么东西要冰冰箱？那等一下就要洗了啊。我今天就用得到。那我们先帮我冰着，等一下。红萝卜有，青葱有，虾皮有。当初会加入 OO 也是因为我对办活动有兴趣，所以才跟长辈有连结。然后后来发现，这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件还蛮有意义的事情。不管是对长辈，或者是对工作，或对我来讲，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互相陪伴的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其实我以前很不喜欢长辈，我以前很讨厌长辈。是因为后来接触到这份工作，然后跟长辈相处之后，才觉得长辈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也会比较喜欢回来这边。但是回来的感觉的确有一点像是在回家，像遇到主管阿姨啊、玉里阿妈他们，其实他们的关心会让我觉得有一种爷爷奶奶还在，然后对孙子或对自己家里小孩的关心，就回来很想叫妈或叫阿妈。这里不是一个组织，也不是一间教室。没有人规定一定要来，也不限制谁才能参与。它更像是一个可以自由走进来的空间。和一般共享空间不同的是，这里会记得人，谁最近比较忙，谁好几天没出现。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日常里慢慢长出来的。而 OO 的开始也不是从照顾长辈出发，是一群年轻人走进社区之后才慢慢发现。有些需求不只是空间更新可以解决，有时候人需要的不是被安排好的活动，而是有人可以一起过日子。主要是我们希望透过空间的这个角度，或是社区营造的这个角度，然后到在地的这种所谓的市中心区的这种老旧社区，去协助他们做都市更新这一块啦。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跟民众去做接触，去了解他们真正的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这里的居民呢都是长辈。那我们为了要了解他们的需求，他们对空间的想法，对生活的想法，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关于高龄这一块的相关的去理解啊，去认识啊，去做一些相关的介入。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开始发现说，在地长辈，就是在地的这些居民，其实他们除了空间的更新之外，他们其实还有更多不一样的需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说，或许我们看到的这些长辈，他们其实除了照顾以外，他们感觉好像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在社区里面有尝试，跟他们一起做共创，然后希望说可以一起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些不一样的事情，包含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些年轻人是开咖啡厅，然后我们就邀请附近的长辈一起来跟他到咖啡店里面去学做拉花咖啡，然后一起经营他的那个咖啡店。那有时候是倒过来，是长辈想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媒合一些年轻人，然后去协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说，这个轻盈，这两个世代之间的交流，好像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然后就开始有了OO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这个地方是那个一些年轻人跟像我这个阿嬷这样共同创办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你年轻人跟阿嬷学东西。然后阿嬷也会跟年轻人学一些东西。这个是什么？羊头。你有够厉害。头条。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台南的虱目鱼皮，直的，不要拿切的。除了我之外，我觉得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一来长辈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是很像家人，所以没有像家人那么紧密。因为其实相处时间没有到非常多，但是只要一来这边，的确会有那种自己家的长辈啊、爷爷奶奶对我们的关心。然后我从OO离职到现在也大概3年有了，
大概苏妈大概送了2年半的便当了吧。对，然后就是有时候我朋友、我同事看到，你干妈又来了，你干妈帮你送便当来哦，这样我就对我干妈。因为我自己本身以前念书的时候是在台北，那我也是被我同学的妈妈那个很多那个关照，那我会用这种观念去，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外县市来的小孩。我的话我会用这种心情去对待他们。一个笑话，我儿子有时候我们家里如果东西比较多，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拿去给你民权路的儿子吃。所以这边都是我的儿子女儿，无痛分娩的儿子女儿。你在家，先从较侪岁开始。就是玉里阿嬷，玉里阿嬷就是我们高真的长辈嘛，对，大家应该多少耳闻到她，因为她就是我们第一代的网红，玉里阿嬷。然后另外呢，这是信昭阿嬷，信昭阿嬷呢，她会跟我们一起吃饭。这个地方是一个让年轻朋友跟老人有所互动的地方。然后也是我们这些年长的长辈有一些地方可以活动，然后可以吸收年轻人的一些知识。你不懂的问他们，他们就慢慢的跟你讲。这个空间里面，然后长辈可以跟年轻人有一个共创的，不管是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空间，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它的价值反而是轻盈他们在共创的时候。他们所产出来，他们的情感，我觉得这个比较重点。那其实附加上去的，就是像是便当啊、一起吃饭啊、勾针这些，我觉得反而是比较附加上去的价值。有时候人需要的不是被照顾，而是有人一起生活。在这里，长辈不是被陪伴的人，他们会煮饭，会打电话，会记得你，也会在你累的时候把你拉回来。因为我觉得年纪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会没有那么喜欢或没那么想一直往外跑，所以其实平常下班或休假就会自己躲在家里面。但是有时候突然觉得需要有一点能量的时候，会回来这边，或者是跟苏妈聊聊天，那能量就会蛮快恢复的。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会比我在南投的家还要再更加的感觉，是因为这边的人都很懂你，所以他不会问一些你觉得压力很大的问题。因为久久回南投，长辈他一定会问交女朋友没啊，结婚没啊，什么时候结婚啊，工作怎么样，薪水有没有涨啊什么的。我觉得在这边会更轻松，会更放松，因为大家知道你的状态就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也不会有太多我刚刚讲的，就是会让我觉得有点压力的关心。因为你跟他这样互动呢，或许他回家跟他父母的一些那个互动的话，会改变。因为有时候每个父母都会对小孩子有要求，我自己也一样啊。可是现在我来这边了以后，对儿子的那个相处的方式就变成好像朋友，不是妈妈要管很多，不用。你像米诺啊。过年过节，他虽然没在这边，过年过节还会送礼给我们呢。像中秋节啊，那个什么，那个过年啊，还是那个都会送东西。然后有些的话，如果家里有什么东西，也都会拿来这里。我就觉得跟年轻人互动还不错。我们在做轻盈共创或是世代共创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其实年轻人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说嘞？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说，有很多年轻人他是南漂到台南来念书的，他也是自己一个人。他在跟长辈共创的过程当中，他好像也找到了他在台南可以跟他一起生活的人。除此之外，其实也有很多人是他在台南，虽然他有他自己的家庭啊，有他自己的生活圈好了，可是他好像也始终觉得他自己是自己一个人。可是他到我们这边来，他好像发现说，他有一个归属感在。他也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共创的过程当中，发现说他可以不是他自己，他可以跟着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世代，同一个世代也好，然后一起去完成他们想完成的事情。对，少子化让家庭变小，高龄化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习惯一个人。
这样的状态不只发生在离家工作、求学的年轻人身上，也发生在许多长辈身上。在城市里，不同世代的人常常各自过着自己的日子，但有些地方并不是为了服务谁而存在，而是让人可以重新和别人一起过生活。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做青银共创，我觉得他们角度会比较偏向说，我觉得这边需要什么，然后我就来这边做什么，但他们没有问过长辈是不是需要那些东西，或者是他们有没有问过长辈需要什么。那我觉得在这边跟外面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边我们是先看长辈需要什么，然后我们再去想办法去跟着长辈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最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之前的团队就是他觉得这边的长辈需要什么，我们就一直给，但是你就会发现，其实长辈会来到之后很没有兴趣，因为那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或不是他们想要吸收的事情。所以我那这边办一堆活动，他一开始人很多，后来人变很少。那我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是来到这边之后才发现。哦，是因为我们没有问过长辈要什么，或者是我们不知道长辈的需求，我们只有一昧给我们想要给的，所以我觉得这边出发点跟外面的团队，我觉得出发点最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它就是一个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个停泊点，社会上的一个家。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到这里，真的是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找到自己舒适的地方，找到自己舒适的人，可以跟他一起好好生活。今天苏妈要做的料理是节瓜煎饼。今天为什么会想用节瓜来入菜？因为节瓜现在是盛产期，第一个它有饱腹感，然后刚刚我讲的那个低脂。我先介绍食材，第一个节瓜，然后那个红萝卜、葱、虾皮、鸡蛋，还有那个调味料哈。调味料就是盐巴跟那个白胡椒粉，还有那个中筋面粉。因为有人给你学了啊，你就会认真做啊，对不？你若没人给你学了，就没那个心情啊。因为我如果没来这个地方，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啊。你说家里有什么事给你做？然后就是看手机、吃饭、睡觉，就这样子。那个就有点像了无生趣这样子。来这边的话，我很开心，因为我本身以前在餐厅上班，然后对吃很喜欢，所以我刚开始煮炒乌龙面啊，做亲子肉啊，做那个猪排肉啊什么，做，后来就变成一桌子菜啊，然后越吃的人越多。我觉得苏妈比较厉害一点是，她会把我不喜欢吃的食材弄到那个讨厌的味道不见。我们早期在推青银共创的时候啊，的确就是青跟银之间能够一起做什么事情。大家也可以看到OO其实也操作出有一些成绩了。大家其实可能认识OO的之后说，这里面有很多年轻人跟长辈一起在共创一些事情。那其实在这个的背后，其实我们在谈一个，的确在谈一个所谓的新家人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比较像是一个家人。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我们是因为工作而连接在一起的，而是因为我们一起想要做什么事情而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的核心变成是，好像是除了自己家里的这些家人之外，我们在外面好像又有一群别人是因为某一个目标一起，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互相帮助、跟互相协助、跟互相关心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北到南漂的人。那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好像在台南多了好多爸爸妈妈、很多阿公阿嬷的关心呢。一起共创什么东西好像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创造了这个连结。那除了我之外，我也发现好多年轻人，甚至很多长辈，他也很珍惜这样的关系耶。他可能在家里可能没有人 care 他，可是他到这边，反正大家都可以互相协助、互相帮忙。那年轻人也是啊，就是他自己在这边念书，他自己在这边工作，突然多了苏妈的问候，或是突然多了苏妈时不时的打电话说你要不要来吃饭的这个关心，我觉得是很温暖的。他们会把它当成一个家，然后听我们这些老人碎碎念。有时候他们如果看他们很累啊，然后怎么整晚没睡觉啊，
我跟朱贵阿姨就会念了，少年囡啊，搁唔困，困一个，较搁话也袂使呢。年轻人就会说袂使，我早上就要教了，就怎么讲？他们来会把你当成像雨晴来都会帮你弄什么，像我在做菜啊，他就帮忙旁边洗我弄出来的一些空盆子啊什么的，这样子好像在家帮妈妈做事情一样，我就很开心。人老了之后，最需要的是被照顾，但对一些长辈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还有人需要自己，还有人记得自己。我们在一个老化的社会或是一个高龄化的社会的这个框架之下，绝对不可能是只有自己独活在这里，那也不可能只有长辈自己独活在社区里面，所以它是一个很多元的角色，或是很多样的年纪、多元的角色是在这个社区里面一起生活的。所以在OO的一个理念里面，我们就一直在说，我们希望可以营造一个一起好生活的社区。那这怎么样能够一起好生活？就是我们OO一直在操作各式各样，像苏妈的生活实验室啊，或者是陶笛啊，或者说我现在在做的摄影班，其实他们都是在想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一起去完成一个事，然後一起在地能夠一起好生活這樣子。退休啊，足侪冬，伫厝无聊啊，我高中迄阵读台南一中，就是有参加乐队啊，分小喇叭，分竖笛，拄好志邦因家拄好咧老人跟青年的青年共创嘿，我当来敲电话，艺人接袂惯，讲阮遮是安，我毋是要来学呢，我是要来想要来教呢。伊讲真好啊，家己分领领，家己快乐，互较侪人快乐的，这是我的心意啦。结果少年啊嘛，对咧学啊嘛是真欢喜。其实就是平日要上班嘛，假日有一个这样固定的行程也还，那就是蛮舒压的啊。就是每个礼拜六下午就固定上课嘛，然后其实这样上也上了有2-3年了嘛，好像就是蛮久的了。它不是一个。又不是我被规定我要毕业或干嘛的事情嘛，就是它是一个我自己想上，我自己希望我可以跟音乐的这件事情有一点连结。那这个连结的形式，其实像陶笛，又有点，就是它简单但是又好听，然后再加上这个团里面大家那个互动的感觉很好。来吧，掌上明珠。这门陶笛课不是被安排的活动。只是有人想教，有人愿意一起做。在这里，长辈不只是参与的人，也可以成为带领者，而不是被安排好要做什么的人。那OO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其实我们不把我们现在在操作的事情当作是做活动或是办课程，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我们希望把它落于生活化，所以你到OO来，你会发现说，你如果说你是要来参加什么陶笛课，其实是不是的？你会来发现，你来这边。长辈就坐在这边，然后他就会钩针，你就是跟他讨教钩针，就像你跟你隔壁的会这个技艺的人或者这个技术的人去跟他讨教一样的，所以他会跳脱那种我来跟你学，你来跟我学的这个框架，不是，我们是互相陪伴的一个样态。对，这个我觉得是跟其他组织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一日落长无代志做，真正足艰苦。我为着备课啊，像安尼一遍备课，我家己爱分6日啦，去收集资料，去用伴奏，去写遐个谱，较互少年人去拍做电脑谱，一步一步，我无用1礼拜来教2点外钟，我足好过日，我即摆要开第2班啦。我就感觉讲，我又阁会当加活10几岁啊！因为你加一班，又阁爱无互你讲的迄班的照顾，
嘿，又个对头开始啊，又个拢袂晓，拢老人嘿，拢袂晓，不要紧，安尼佫开始，安尼我就感觉我又个架搭起来。一方面可以学习也是重点，因为你有学习，你的那个脑就会活化，就不容易失智啊。然后有跟那个同学互动、交往，互相关心，那这样子也是提升我们这个不容易失智的方法嘛。我们有一些接触到的长辈，他们的确就是如果没有可能没有OO，或是没有一些服务的一些活动的话，他们的确就真的就是在家里了。所以我觉得新的这个关系很大一个部分就是如何让社区的就是在家里的这些长辈能够出来，然后能够让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能够越来越多，他们选择也可以比较多。那这也是OO接下来希望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自己一直都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面对未来超高龄社会、少子化的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能够好好生活的一个方式。像我自己，我就觉得我不太希望说我老的时候我应该要去被照顾啊，或是到机构里面去，我好想要待在社区。现在OO就在做这件事。形式会改变，但留下的是关系。才艺或许是大家一开始来到这里的理由，但让人再回来的常常不是课程，而是彼此。在这里，不只是长辈，每一个人想做的事情都能慢慢被放进生活里。我会开摄影课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自己对拍照很有兴趣啦，这是我自己的兴趣。但因为其实在做创业这一块会有很多压力，我必须说，对，尤其在建构OO这一块，很多新概念，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跟大家解释。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在很多的路上会有疑惑跟挫折的部分。那摄影这件事情是我的兴趣，所以那我也发现长辈有需要。我会发现说，有些长辈他对于这些新的科技啊，或是新的这些东西，他有兴趣。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用我自己的兴趣，然后来一起跟长辈去玩一些好玩的东西。一方面呢，也是让我自己可以抒压，然后一方面呢，也是把长辈带进这个新的时代。我们之后要讲人像摄影，就是把人拍出来就好。可是我们这次要讲的是人与温度哈，怎么样在照片里面呈现温度？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把风格这件事情。很多人会以为这样的地方是年轻人在陪伴长辈，但时间久了才发现，被拉住的人反而是年轻人自己。艺人也曾在压力之中一度离开自己喜欢的事情，是那些来上课的长辈把他重新拉了回来。在这里，照顾从来不是单向的，也不是谁在陪伴谁。它不是一个为长辈设计的地方，而是让不同世代的人在彼此的生活里找到位置。一定要镜头擦干净，积极对焦，跟一定要记得按快门哈。按快门是啥？真的有很多我们3C 产品不会用的这些，中老年人哈，就是你都不知道怎么操作。然后呢，我们来上课之后呢，你才会发现说，哦，原来是那样。然后你会用了之后，你就很有自信那种感觉，那很舒服，就很开心。这个班让我觉得很 easy 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是老人。所以那老人呢有一个共同的，就是说我会忘记啊，那我忘记我下一次再问就好了。那我们也不会彼此取笑啊。可是如果只有我是一个年纪大的，那我就会压力很大，因为我就不敢再问，人家会想说啊，这都拢讲过啊，啊你根本。然后再来，艺人他对老人很有耐心啊，我觉得这一点是最棒的。艺人老师他的耐心是内心的耐心的，而不是那种很表面上的。你跟他学东西，你会比较有安全感，然后你会比较稳定，因为你知道这个老师不会念你。调整对焦点，去把画面的光线调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还记得这个吗？有哦。好害怕哦！哇，完了，好，下次要重教了。不是说错了。好，广角是要拍远的还拍近的？拍广的啦。拍广的，对，然后就叫广角嘛，对不对？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说真的教了他们什么事情，我反而觉得我最大的收获是我自己，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长辈给我很多正向的回馈。
就是我常常都跟那些长辈讲说啊，每个礼拜我最期待的就是礼拜3去跟他们上摄影课，他们都会觉得很疑惑为什么？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有我每个礼拜3都可以看到哇，有一群长辈因为我的兴趣，因为我的专业，有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也开出了他们因为摄影，因为拍到这件事，去开出他们自己很好玩的人生。像有的人去哪里玩，但是他们会说我很有耐心的教他们，其实我也觉得他们蛮有耐心的听我讲，因为其实摄影这个东西还真的需要耐心去学，所以我听到他们这样的回馈，我自己也是蛮开心的啦。他们最近就跟我说，他们想要学社群嘛，想要学 AI 啊。像我们自己本身都会认知说，为什么我们想要学 Instagram 这个东西，是因为第一个，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在玩了，好，什么抖音啊，什么小红书一大堆的，然后里面的操作。就是你就是不会用啊，一开始你要怎么进去有没有？我们是真的都有被子女们都念过，姑姑都跟你讲了好几遍了，有没有？嘿，所以我们觉得说，与其求别人，不如求自己。那你求自己就是要来外面学啊，比较容易啊，然后操作上你就比较有概念啊。是真的有来上之后，那个手机的那种操作，你就真的更有自信了。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可以举一反三的那种能力就出来了。钩针啊，苏妈的生活实验室啊，摄影课啊，陶笛课这些，我们都是因为各个不同人的梦想而发生的。就是说，像苏妈，她就是想要把他的料理分享给更多人，所以他就有他的生活实验室。我就想要把我的专业、我的摄影想要分享给更多人，所以我就有我的摄影教室。陶笛老师也是，钩针长辈也是。其实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你是什么年龄，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你只要有你想要的，你想要圆梦的，你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你的圆梦伙伴，大家一起去往你的梦想前进，朝你想要做的地方前进，这样。在超高龄的社会里，银发不只是需要帮忙的人，他们也可以是老师，是店长，在别人的生活里成为一股支撑的力量，也是那个会记得你的人。当家庭变小，生活变得分散，有些关系不再理所当然，但也有人选择在生活里一点一点把关系留下。也许家不一定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而是知道在城市的某个地方，有人会记得你来过。